或者新年头、旧年尾，就是要来求一个好彩头。伫个台南市永康国小是来办新春弄关的活动，互囡仔用台语来过三关。另外呢，这中斗顿佮特别穿代表团圆的红小腿裤，甲代表好彩头的菜头汤，互囡仔会当哪耍哪了解咱台湾过年的文化，也来感受迎春的气氛。旧历春节连米到，台南永康国小的囡仔，大家对老师咧留台语过年的吉祥话，准备要唠台语过三关，展现这学期台语课的学习成果。三个关卡的弄关迎新春活动，除了用考证祈福来练捌传统的过年习俗，也教囡仔新正年头的拜年好话。我学到苹果是平平安安，彩头是好彩头。过年时啊有一寡吉祥话，咱会透过这个食物。也是咱普通时啊看会到的物件吼，来学咱囡仔来学咱过年的吉祥话，透过这个学习这个健康食品，而且互囡仔知影讲咱物件食物的力量。永康国小佮特别设计应景的中斗顿，拄讲咧控红烧腿裤，用大火甲煮好烂，佮加寡土豆落去，厨房内底香公公，边佮有一鼎菜头汤咧滚，为学校充满过年的气氛。校长安福定表示，学校特别甲春节传统甲新农教育做结合，要互囡仔透过饮食教育感受过年的了解。红烧蹄膀，伊就是代表富贵团圆，然后这个菜头汤就是代表好彩头，茂谷干，这就是代表大吉大利的意思。校方讲，希望透过这种趣味活泼的方式，互囡仔更加了解台语甲咱传统的文化，嘛，互因伫过年时会当参时代用台语交流，传承咱的母语。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。